屏东市214间书店，不过大型连锁书店同名路书店引来很多位，一种实体的独立书店都一间间关门呢。7号前是屏东人没有睇名路媒体上写文章，以太学读建筑同古迹维护研究所读客家同台湾文化。去年呢，伊看到从小评论以太嘅书店关门呢，一路立志爱振兴书店文化，因正一个中意落伍。去年呢，一路同屏东县文化处申请落去屏东市胜利建村开独立书店同传堂，以免办工作，做爱屏东嘅族群文化、工业色彩，也会采听人韩国好看书。摔跤用不用推的？因为路程要三山古庙的白铁轿，因为。一张又一张相片记录中老年发通，今日讲嘅人系研究名校王用店，到社区网站还冇按时行情。王用店主动中意台湾中老年发通，带点摄像机来记录台湾各地民间信仰发通。由一类看庙会对老年网站去点来看人，有几百万人次，做得讲係千多人为点来看一张网站，所以呢都有线上中老年，就可能到佢同攝像記錄。所以他们会拉出那个布条，是因为跟大片化中它是官司是有关系。可能是有关系啦。按认真提出问题的7號槍，今日嘅獨立書店頭家，每派一場講演人，現場同王用店討論有沒有法通同政治關係。如果說台南市的廟現在是公家管的，是延平君王祠、開山王廟，對，因為它現在就是產權是文化局的，但是它有自己的信徒組織，對，所以他們就是很尷尬。有時候他們愛出橋，搞袂更慶典，要出橋，要文化局同意。王用店係對一般民眾觀點來翕，做老年經常分享佢看到神奇嘅事情，對民間信仰知識同考驗唔會書本學術研究人。今日加上去參加學術研討會，也鄉土教學，他從來唔識到獨立書店講研過。這是我第一次在這樣的環境做演講，對，第一次。那這樣的感覺會。對一般民眾來說也比較容易親近，對，特別是像有一些比較冷門的議題，我們今天如果是辦在市公所，可能一般民眾完全不會有人想進去聽，我覺得很有勇氣，它就像一顆種子啦，然後在屏東市這邊，現在這邊落地茁壯。7年至7號槍對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考到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博士班，未受到台北市客委會做過一博嘅，有安樣經驗嘅客家確定，自家想要進入家鄉屏東，博士班嘅簽是休學，去年頭同碩士班同學碰巧已結婚。屏東市本來有10間邊嘅獨立書店，不過表揚大型連鎖同名路書店，去年最尾一間也數起來嘅，一間書店是屏東基泰，幾樣是記住明講，有日佢想到屏東開書店，多一時節抵到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同個張勝利建村嘅舊宿舍，想轉型做文創人文體系，佢兩公婆討論，認為愛嗰日時機來開書店。其實我研究所去做田野的時間，我去過很多地方，比如說嘉義啊、高雄啊，還有台北。我哋做細做台的時間，我哋唔只要走去南，我哋走去同體的書店。我哋感覺，書店是很神奇的地方。兩公婆平常時就好看書，店都搶賣幾千本嘅書，但對佢有興趣嘅社會科學、歷史建築、族群也實測文化相關嘅書，也咪表現出獨立書店選書嘅方式。從日起都喺唐山書店搭幾買嘢，買幾多算幾多。佢當感謝唐山書店頭家，也係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陳龍浩，7號槍向佢承諾，佢樣是當支持佢兩公婆開書店，有受夾浪到來說。去年10月嘅開幕式，特別請承諾對台北下來屏東主持。我在主持的時間，我就講了我們這間店的淵源，係陳先生鼓勵我哋來開一間書店。我嗰時間我就講，當時陳老啊，非常的極力支持。結果陳老回復，就是麥克風遞給他的時候，他回復說：
其实当时我在支持校庆的时候，内心非常挣扎，因为他知道现在书店这个行业并不好做。戏本有地方的意思哦，戏就是黑了，黑啊哈，黑书店啦。俺记得终于从下呢，几个福做乜个奶酪啦，做啲乜个甜食啦，哦，你从下讲经验哦，你某样个东西可能啊卖的咖啡啦，哦，把这个台北的很新鲜的经验啊带回乡下啊，哦，为什么不是好事情啊？陈龙校连两公婆书店用安名都推价解释，佢认为同连锁书店类比，独立书店冇本钱，偏共用时间，后生人去讲做配的事情，行卡赚得多钱。专家向开书店係當唔簡單嘅決定，是講搶買書做慢做晚講，故所佢支持用複合式嘅方式來經營，做傳堂學起家也學書店。兩公婆也唔懵本，只好搶屋卡係對苗栗頭款細下來平檔嘅，碰靠伊老屋喺度新竹北埔，也同家鄉食材拿來料理，比如講即將剪雞腿排。我們說就是省本音嘛，然後就是比較特殊的元素就是雞胗。所以那时候就把鸡酱那个鸡胗这个元素提出来，就跟我们厨师讨论说，这个东西它可以怎么去融入菜单里面？我本用他以起家黑做饮食研究的，就是客家饮食研究啊。我等想到的方式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复合餐饮，因为我们自己也对做吃的也蛮有兴趣。碰靠伊做食餐研究，美好食嘅特別傳染，書店有一個部分都很多傳染研究室，書店連盤講錯，也將食材文化變落去。只好請印象深刻嘅就係去年12月咧，請中研院研究員李美容去講演，一群人按部時頭到腦袋坐到南談佢講鬼故事。以專門在研究民間信仰，他是一個大師級的人物，他其實是我太太巧如的師祖。因为他的指導老師是林美容老師的學生，這樣啊，因為林先生拄好出一本書，我們都台灣鬼仔故，他就是在探討台灣的鬼故事。那這個其實是我們書店第一個講座，然後我們就是想說，剛好結合我們想要推廣的飲食研究室，所以我們設計了幾道小餐點，用3升的概念去設計。只好請去年4月8萬元整理下日本書嘅老學生，將本地嘅常識切到進來。不可能也少，係講老學生文創發展起來嘅，還做得衰結構，後生人理想要堅持到結構咯。我說實在也不知道縣府有什麼其他的政策，他可能今天他不要書店，或者是他也希望你繼續留下來，這個其實都充滿非常多不確定性的。這個是我們在這邊開書店的一個隱憂了。我們會希望做書店做這些事情是能夠幫忙延續或者是保存這些所謂的文化軟實力的東西。對，那我們當初其實我們初衷就是這樣，我們就只是想要做這件事情。所以說未來10年怎麼樣，其實我們目前的心願也就是我們把當下的事情做好。那既然當下的事情有做好，就有辦法一步一步走下去，那就有辦法有競爭力。兩公婆樂觀，希望會有更多人好看書，至少也老學生和獨立書店同色彩文化之間有個新的表現。就像書店的名誒，只要還有理想，書店就會繼續開展下去。